别，就扣就好。那你走嘛，看到？没有，因为其实那个前奏我不太会抓。你也容易迷走就对了。我会踩，我会冲啊。恐龙要用3大调吗？要吗？还是你要弱弱的用蜗牛与黄鹂鸟？走的，来。管他强亮来出题。哎 ，hello， 没抓到。哎，我们老师弹的这么大声，你没听到？你唱3国志，来，两班唱3国志啊。欣赏。不是，现在不是大家都在流行唱跳歌手吗？对啊。唱跳，你也要先 Q 一下啊。哎，我不会，好难哦。好难，没办法了。哎呦，哎，你的 slogan 还没喊完。哎呦啊，还有 slogan 什么？老爷大力腿，老爷 Q 八了。这么暗呢？来这。是要真的。哎呦，防疫啊，因为还在高年期间啊，真的。哎呀，中防疫了吧？你昨天19是跳岛来吗？我的是扮演是跳岛。哦，是扮演。长夜班嘛。他礼拜长夜班啦。对，哎呀，所以就还在新年当中啦，哈。哎呀，马年咩？馬年咧祝大家吼馬力全開啦！馬力全開啊！係啦，啊！今日呢特別單元都馬力全開。馬力全開，聽顏色，長夜班，歡迎太子阿來哥。有唱到腦熱吹，還有擂台吹，兩吹來 PK。啊，腦熱吹的吹狀有看到冇？係。立秋下先生。秋下先生暗團呀。啊，擂台吹吹狀有看到冇？奇怪先生。加奇怪先生。哎呀，好來，今日今日兩吹 PK。玩遊戲。贏嘅有獎金，2萬條。來，馬上進行踢的單元。來喲。好來，猜謎歌哈。秋下先生，奇怪先生。一講演猜半天，樣子演又演，樣子演沒面前，嘿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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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嘚呦呦，嘚呦呦，你講猜對麼？對，你猜對了，記住我夾半矮喲，相伴來喲，猜對了喲。哎呦，係可以呢。對面嘅阿公，你猜到乜嘢？好啊。馬嘅演演，數數紅調，馬嘅演演，水珠見到那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嘿。阿妹妹嗌見
手来采，甘子炎炎树上吊。荷叶炎又炎，荷叶炎炎水中天。嘿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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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呦呦，儿呦呦，你刚才对么？对，本年才对你。哎呦，記住愛夾步哎呦，相定女哟，猜對你哟。阿哥猜來朋友。哦，真來。睇到冇呢？哦，壓到問題。家人啊，本年嘅阿哥嘅仔都滿本年。好啊。馬嘅魔腳開上天，馬嘅魔腳開落見落那，哎呦呦，阿妹們哎，結招來砌，火野魔腳為上天，陽盤魔腳陽盤魔腳為樂天。嘿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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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兒呦呦，兒呦呦，你剛才對麼？本年才對你喲。記住愛夾步哎呦，相定女哟，猜對你哟。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，哎呦！张夜班就會堂起過先生去啊先生沖涼啦。哎，我猜你過啊，險險出車的了，險險出車的了。要不要出車啊？係嘛？誒，好地有上到。一啲咧，一啲咧啦，一啲咧謝謝你啊，以後咧，以後咧唔，係，還有果子，還有果子，果子有打的，嘿，我打冇問題，嘿，我嚟搞體育單元啊，哦，搞單元，好啦。你張夜班當然會搞團量嘅啊，團量嘅嗰個加下做嘅本源團嘛，哈，兩邊都團來有請你團兩邊欣賞來，就貼起來，同人哋出題嘅，係嘛？出題咯，本日都團咯，哈，係啊，嚇，然後呢吹係要擂台吹啊，哦，夾夾哦，好，哦，先出題，先出題哈，好啦，躺好哈，啊，馬上進啊，OK。題係團一種動物，請秋下先生用3個字嚟挑來衝。哦，OK 啊，大家認真聽哦。無有求神來記呀，記嘛愛做來講啦，農田秋耕愛做啊，記要唔驚風哦。身體愛做工，農田工作莫驚風，唔驚風。同一隻動物，他這個有看到嘅動物嘅隻棒子咧，哈。如果工作的搶他的時間搶兩吹搶他。好了，想到就去搶吧。來，當然吹來不住，搶皮他。一隻動物咯。太牛。牛嗎？哎呀！牛按用錯呀，唔錯咧。富有身體愛做工，農田耕種唔驚風，他對咧。跟牛呀，同係有關係呐。體體懂簡單呐。係啊，唱係用嘅愛做工，乜個風雨，乜個颱風太雨，乜咩冰係咪？冰就錯嚟啦，嗬。按用恭喜當然吹得到一分。好啦，恭喜！沙來唱奇怪先生同人哋出題啦。我用馬挑誒，陸山歌嗬。我彈一隻詩哦，一隻詩哦，一隻詩。一年期差，
言呐。哎，就一句哦，应人奇才梳头别团一只诗。好了，唱。声音，来，弄一吹，陈碧仪，抢比他马克思。休息嘅休息，休息嘅休，应人奇才梳头别。他对嘞，休息嘅奇才，还能恭喜擂台区得到一分。下来有请秋夏先生用平板同你出题。OK， 大肯定咯。台北嘅台一个湿的东西啊。哎，同一个湿的东西。杜太作等563，清甜多汁唔会清甜多汁唔会差。好了，兄弟。同一只四个东西，哎呦，四个东西哦。你们完全不知道。杜太作等563，5、4、3、吹宝2、1，马个。吹宝。哦，吹宝做563吗？吹宝会不会清甜的嘛？哎，会清甜多汁了。啊，会多汁吗？捏板会多汁吗？可以。换你了，换你。那我念出一周的，拿到才可以讲。要拿。抢比他。哎呀，西瓜。杜太作等563，清甜多汁唔会差。嘿。好了，黑嘛。恭喜，农业区又得到一分。吹宝。用简单呐。啊，我想要给便宜。上哪难做嘛？没啦，而家糖到563啦。而家都捏板啦，因为吃的东西。也后边有讲清甜多汁啦，对吧？哎呀，跟冇多汁吧？捏板还早哎，都会洗呀。黑冇。捏板没有人做那种爆浆的。对呀，可以拍色那张去。对啊，它白色才有多汁。我手到，我落到。哎，西瓜，他对嘞。好，来，恭喜，好了。下来抢提过欣赏，用3个字同一只东西。好来，3个字同一个东西。来。给路上来去那灯，莫安来归那。你也失掉一次啊，记醉了爱那。同一只东西，路上去的莫按规，每日识字记最爱。哎，识字的，字哦，系啊，咩字哦，咩识字哦，系啊，识字哦，识东西的识咯，来，那个对对，吹什么？有痛，就是那个 mailman 那个 post 的那个插进去的字，黑吗？路上去的。莫按规是吗？你要推给老师是不是？老师猜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应该是。鬼黑，你知道有痛吗？对，他吹宝没来讲诶。哎呦，就恭喜
义擂台吹。哎呦，答对啦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也较油桶应该较少哦。哎，也较少咧，較少的吼。油曲头前油啦，油曲前面嗰油14度的後的油到油，油到油，也特別較少咧。像特別是基本上冇，較少較少。油曲前面一定有，油曲前面一定有，係。哦，也較少看到咧。對對，也要機動是東風邊啊，便利商店咪做得見。對啊，你們去搞落數誒。拉拉 move 嘅對哦。係啊係啊，亂 move。誒，亂 move，拉拉 move 啊，我那有講亂，拉拉 move。亂 move。誒，恭喜擂台吹得款咯！哎，恭喜恭喜！沙雷天氣，愛玩俺哋嘅金曲歌舞 Lost Fun，羅哥擂吹。好來好來好來啊！用樂山歌啊，同一隻 T 名，一隻 T 房，一隻 T 房，一隻 T 房哦。彈好哦，彈好哦。Melody you get， 好地方啊，雕刻了。雕刻師傅最威風，兄弟，耶！大家吹，你這答錯的話，就打死過人。哎，你太牛哥嘅家鄉三叉也係簡體，嘿。12，好啦，好啦，恭喜嚇！對咧。哎呦，也挺好團的吧？來，根本嘅題目都同簡單啊。算也沒簡單呢。唔簡單嗎？俺呀題較簡單，其他前面那個冇以後團呢。係啊，講真的啦。你啲題特別簡單。係啊，也揾得出題。揾愛嗎？係揾出題。用平板，好冇？平板哦。係啊，平板較簡單啊。你係用路上。平板哦。平板吹爆。用平板好咧，平板。平。團一個卡通人物啊，來。今天很暗示衝嘞，大家停一下。他們說不用唱了。不用唱了。馬該很講啊。兄弟。什麼爆出來？那讓對你失去了答題權，然後超射張本團。張社長，來，看他們多厲害，會不會猜對？好了，剛前奏已經下了，來直接來。給我一個 key 可以嗎？謝吉國老師。煙煙滾滾，青稞愛，本來發布一太對。好來，兄弟。恰講你唱比他。好來，請回答。哆啦 A 夢。他是唱哆啦 A 夢。他對嘞。可以啊。我來是看這種單位就要按用，我們是出題給你就看出來嘞。你嘛意思？因為你太國際化了啊。
对不对？是吗？你长得很国际化，哎嘛。国际化为什么是哆啦 A 梦呢？我想知道他们的连接。哆啦 A 梦真的也是国际知名人物啊。黑啊，哎呀，他还是你哎，这个卡通全世界都看得到呢。嘿啊，对嘛？好了，你穿钱呢？再来哦。先抢你的欣赏哦，转一片坤一下来啊！来，给我们老师奏乐啊！坐等，哎，先谢坤一下。哎，他们任务嘿暂时的，暂时停下来了。我转到给他吹档风，叫他来团亮哎呀，嘿嘛。叫他本家的那哎，本欣赏参与一下，好嘛？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荒腔走板了。确定，我非常确定。那有像聊 AV 出了，一定荒腔走板。那你不怕我们节目没人看？他要不会，他就是收视高点啊，收视高点。哎呦，嘿，很厉害呀！对啊，你说有谁？我们这已经全部都是收视高点。没有，还有最高点，团一哈马上，来 K 那一区，塞。对。他觉得我们耽误他下班时间了。对。小康老师，你今天怎么？你怎么穿吊嘎啦？风飞不起来，没有，算了。哎，今天看不到你肚子哎。他说他今天要让我来出题目，真的啊，冲国哎，冲国哎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你不会弹，又不会冲，嘿，很厉害。你们都往唱跳歌手的这个方向走，所以等下唱跳吗？我也要有一点进步，进步嘛，还要进步啊，又弹又唱，又唱又弹吗？对，那你应该要在那边唱啊。啊，没有，那边会挡住的。哦，没啊，你也是靠脸吃饭，吃不饱嘛。晒脸，对，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心。哦，好，颜值担心，差一个字，差之千里，好不好？哎，冲马街啊，那努力处理，漏山沟按台四冇看到。做得嘛，漏山沟做得冇，你冇嘛做唔得的啦。所以你，大家前面题目都很正常，为什么我的题目看起来很下流？怪吗？哎，真的有点下流哎。来嘛，该意思啊。来，就收麦，哎，三哥来了。同一种。别，扣我就好。等一下，同一种休闲娱乐，那节奏嘛，看到？没有，因为其实那个前奏我不太会抓。你也容易迷走就对了。我不会弹，我会冲啊！我不一样，就是说，他给他一个扣，直接一个扣。同一种休闲娱乐。还有，哎，他这歌词真的有点低级。哎呀，荡歌天堂，带下通啊！还有那个带下天堂啊！你出荡歌颂啊！俩最后团的出来了。对啊，什么人玩什么鸟呢？哎，真的嘞。对啊，什么人出什么题目就是哎，小 K 老师好适合你哦。对啊，是吗？哎呀，我们知道吗？荡歌听通，带下通，带下听通，荡歌颂。黑毛，休闲娱乐。休闲呢？到底什么？天哪，你平常到底是在做什么娱乐？到底什么娱乐可以那么舒服呢？对啊。又爽又痛的，你自己想一下啊！这边上面动的时候，下面痛；这边没有答案。下面不动的时候，上面爽。这边没有答案，我都不晓得答案是什么。MD 哦，那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呢？啊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请他吃都会买。哎，应该是，那吊车呀！我觉得你知道会吊呢？你这么的嫌讲啊？先不给得团，先团，不一定对啊，不一定对啊，我一定错。唱题，来台吹，橡皮弹。钓鱼，荡歌听通，带下通，带下听通，荡歌颂。对呀，真的呢。你也觉得是钓鱼吗？我不相信。我觉得是钓虾啦。在用吗？钓下通。
恭喜擂台吹他对嘞！好了，蛮重要啊，小跳老师回家啊！没有，你外套挂回去了。哎呦，是不是我们的收视高点？真的太哦！我泛音听讲，我看见安尼客家乡亲朋友看到安尼客家字体，爱优秀的真的，爱优秀哦！牙肚子。以后是不是要穿像越南那种长袍比较好？肚子比较不会跑出来。不。既然你每一集都要出来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改进了，改进。哦，真的越来越改进。你爸爸都瘦的这样子。他那是生病。他那是生病。来。好，三轮我你还有上你来挑战的，来，先将龙叶吹先来出题。恐龙要用3大调吗？还是你要弱的用蜗牛与黄鹂鸟？做的，反正东西啊，来唐好来。阮头强亮来出题。哎 ，hello。没抓的。哎，我们老师弹得这么大声，你没听到？来要不紧张吗？欣赏条前会冲3勾啊！我刚刚听了小康老师唱，我觉得自信心爆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谢谢小康老师，谢谢。好，用马挑哎哈？什么？题目也下流，这个题目。哦，这题目也下流吗？好没黑哦。哎呦，我觉得还好啊。为什么？你到底看到什么觉得下流？好，没事，开始。你看到一只东西。嘿，3个字，团一只通骨，团一只通骨咯。面上流水那讲啊，又拉流冲啊，两地太流山啊，爱怕流浪啊。面上水管又拉长，2只泰山爱拍亮，团一只通骨。好，来唱题。哎呀，来文中，唱比他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。所以是妈妈吗？大象，答对嘞！大象，好啦，恭喜，那一次答对嘞！什么先生？我要杀了就关擂台吹嘞，陈比来哦。好来，我错。来敬总啊，这个会下流吗？这个不会呢。两波呀！哎呦，这个也有点下流，对，而且还是猜一个器官。器官哦，哎呦，用平板来冲哦。平板来冲，平板好了。地杯冲唱，凤姑娘三十四重抽天天，下就完全空空我用版团法咯。咩？唔记得同佢讲，团子，系啊，结果冇痴心。下个月是想抽的。大家都在这抽嘛，来领100盆睇一下糖啊！凤门流女拍烟强，地杯水集凤姑娘。
团一只器官。哎呦，不好猜呢，模糊团呢。我联想一下，真的不好猜。迪毛。哎，老师不要假动作哦，你们要抢，不要做假动作哦。好，抢题。好。哎呦！就等这一刻，感觉有点掰开。刘少奇老师，你会不会用跳的比较快？是哪个器官？追笋。追笋。怎么会想到会追笋？哎呀，有一个红姑娘。凤门流女拍烟强，系嘛？凤门的追笋底部都有拍成牙齿，底部有还有三麻样，系嘛？哎呦，有道理哦。有。哎，吕德吹，他对嘞。恭喜！好啦，陈明，多谢比喻哈。好了，杀了，慢一点，来，问彭一军，来。问，来，彭一军，我用埋條誒，洛杉矶，團一實人物，經典的人物咯，來啊！三個國寶，천천救難，故里先，故里了。鲜素啊，酱加油呐！酱。哎呦，你吞出来。吞出来吗？吞得出来吧？哎呦，好马老师。你为了今天跑马拉松是不是？开玩笑，这个面子要拿回来。也是不服老的，当然是。三国国宝传冲球，鼓励限速，共加油！我加油哦！李秋霞大叔，加油！表演团队，李秋霞欣赏啊！你刚冲的时间个鼓励限速，酱加油。怎么用酱？阿晕。怎么用酱？可以讲阿晕吗？讲啊！啊，讲加油啦！哎呀，为什么用酱？讲啦，人那边强。这种谈蜜蜂来。讲加油！阿老豆阿晕呢？当摆你评审最名来都讲我讲加油。系啊！你刚冲的时间没有讲加油啊！当有咪头，挺好团呢。可以了。三国后山4冲张，松山6拍三档冲果一模公子冲果，不用看手，你冲的攻的亲口。哎呦！一招的喽！哇，有模有样啊！哎，秋雅欣赏抹寒的时间真的来代班了。评审不给评审，你带假发来代班哦。你就要大班了你哦哈。哎呀，你的做评审前2天爱量哦。好啦，恭喜侬演出的那一本沙雷湾的那个委托出心意，哇，心意耶！哇，这个也是跟小康老师一样来闹的。我觉得小康老师唱的比我好哎。真的吗？哎，心意某些他有时候会很有惊人之举，他突然会唱对。有时候对，这有时候。突然啊，那希望他今天突然一点。哎呀，来，他是就是照常发挥、正常发挥的唱错。好，来，我用三国志论团一扎诗。春意
很突然哦，我好像听到罗哥也很大声。对，所以我在你旁边，你才会突然呐。对啊，废票哦，他好像一直要歪走啊。他不知道歪到哪里去，还好我把他救回来。迄个阴影存一口，迄个一口存阴影，团一扎丝。哎呦呀，幕后团哟！哎呀，来抢他！哎呦，来，嘉琪。我是负责抢答。哦，来，哎，高哎，马盖，团一扎丝。医疗阴影，球字，存一口。一口，迄了阴影，存一口，迄了一口存阴影。哦，球字，球车的球，哎，囚犯的囚，也对，球也好像囚犯的囚，对啊，老师很厉害呢。但是俺国宝呢？对，但是俺今日出来唔咩找诗哎，没有找诗哦，哎，没有找诗哦。但是奇怪，先生坐在同样里充100嘛。真空嘅100，三个字，迄个阴影存一口，嘿，好，俩，嘿，好，C 调来，哎，C 调来3个字，嘿。给去了也那年，春也了口那，去了也那口啊，春也了一年呐。差不多。你自我感觉良好就好。那13分就是魔鬼的细节哦，你有13个魔鬼的细节没有给到？还有是梦欣莎，谢谢老师。哎，真口个版本。来，有没有正确答案？来，还有投一号吗？投阿是唔错，不是囚犯的囚。是不是猴啊？你讲他吗？看了要抢答。黑马盖。只有的纸。纸吗？来，不用转移。好，来。不用转移，不是，不用转移。好来，抢起来。来，你讲嘛是？合作嘅合，合冲嘅合，答对了。哎呀，你也知道那是8，你还要猜？为什么？去了阴影存一口嘛，阴影存一口，其实我们去了存一球字其实也蛮标准的。对，球就冇给他热，哎，佢哋杯都有讲给他热嘅意思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还有什么心意？恭喜啊，你擂台吹哈。哎，好来，沙了慢点，来稳坐。哎，等下会问他简单呢。好啊，系冇。用安利嘅儿歌，好，瓜牛与黄鹂鸟的出题，哦，亚洲对吧？好，哎，没对佢听好嘞。张帝大哥的歌啦，哎，哦，好了，我弹一只湿的东西哦，哈，好，湿的东西来，弹一下。哎呦，呀哈我爱出问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枪皮拍牛吹又香，肚子大顺地背冲，弹一只湿的东西。哎，奇怪，人家都用呀那儿歌安尼唱又动准，嘿，奇怪呢吼。哈，唔会奇怪。咬诗又咬到动准呢，奇怪呢。哎，山歌都难啊。哎呀，山歌真的很难，真的都难。三条真的。哎呦，他这个啊，有送出来吗？抢答！哦，来，哎，冇人抢嘞！来，抢皮他擂头吹。乜嘢东西？8粒，黑牙婆冇啦，8粒系冇？8粒。抢皮朋友吹又香，肚子大顺地背冲，他对啦！8粒，恭喜擂头吹得到1分。南浦8粒有讲对冇？有冇讲？南浦啊，南浦。哎，
难趴，难趴，人家男朋友讲，人家男朋友讲。难趴嘞，真的真的呀，是牛都难趴嘞哦，男趴嘞，你要讲芭蕾嘛？芭蕾，哎呀，喇叭嘞，喇叭嘞。好啦，这文种，这文种。南部的芭蕾较甜吗？较甜。燕巢哎。北部的芭蕾也没有好吃啦，没有吃了哦。沙雷波擂台吹枪，恰家起来出题。空庸庸蜗牛与黄鹂鸟。好来，猜一个东西啊。哎，同一个东西哦。猜一个东西来谈好了。家己爱来出门天，伊条一定爱通情。对佢笑来佢呀笑啊，爱徛做事佢徛有数。哎呦，家己爱来出门天，伊条一定爱通情。对佢笑来佢呀笑，爱徛做事佢徛有数。好来抢答。来，抢比他那么做，脑叶吹。他都坐在那边跟大小姐一样，摆拍耶，很美。来，马个东西。马个东西。Mirror。姜哎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？金娜姐。不是答对，放回去。哎呀，这些人真的是。答对嘞，姜哎。恭喜，哎，厉害了。哎呦，嘉琪。也还蛮厉害，要唱《蜗牛与黄鹂鸟》。对啊，从头有章啊。好，老师有章哎嘛，这也值得鼓励。鼓励，哎，你他刚有赏你。好来，谢谢。还要再出一题吗？没有。他好像没有想要回去的意思。我换恐龙来。来，恐龙。对。恐龙要用3大调吗？要吗？还是你要弱的用《蜗牛与黄鹂鸟》？走的。来，我们恐龙来出题，同一个东西哟。同一个东西啊，来谈好来。阮到恐龙来出题。哎 ，hello。没抓到。哎，我们老师弹得这么大声，你没听到？你是不是要学小康老师一个扣了，你反而比较。你要一个扣这样子，不要前奏。好，听不懂那个。前奏会误导，是不是？阮到恐龙来出题。越来越。请你认真躺下去，世世界天牛无失错，有人送去举手走。啊！阮到恐龙来出题，请你认真躺下去，细细天牛无失错，有人送去举手走，同一个东西。哎呀，很马该喏，好来冲题。山楂吃。马爱山奈山大师。除草机。哎呦！除臭机真的好厉害耶！除草机为什么冇失臭？其实错啊，有人冇失臭，用脏卫生，冇人用我卫生，所以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什么？他对吗？错对不对？他错，我不是，我知道。他什么？就脚踏车。哎呀，叫他查。对，所以你要翻。我对。你们2个只能选一个，你们2个有一个人对。除草机吃草啊。我听你的。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。某是错哦。某是错应该是脚踏车。唐几个？脚踏车。来确定什么？脚踏车。他对陈伟如这么没信心哦。脚踏车。他对了。陈明，这个某是臭，你喊除草机耶。好了，谢谢恐龙，谢谢，好了。沙雷班擂台区。有老师，来，麻烦。有小奇先生。来出题一下啦，老师，你要不要挑战3大调？用3大调嘛？啊？用3大调？为什么？要前面这么直唱啊？好。为什么？用凉拌呀、三国志呀、肉三国。三国志哈。三国志哈，西大调是吗？好听啊。三国志哈。要当红五当红五是从下波用听就好了哈。好 ，OK 好了，三国志三国志哦。谈完了哈。猜同一个自然现象，开吃眼偏凶。一个流来天啊江啊，一座流来口呐。
还是用蜗牛语方便。唔講係失聰都唔會查，唔講佢失聰唔錯咧。厲害。係嘛？看看流色那木啊，色木，色木，这个色木是客家木哎，只有木色的呀。木色哦，人家木色木哈，人家色木木哈，没不一样。哦，专业就来自这样。干条是公司，唔係公司人咯，你係正經嘅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就是制作单位的错了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讲很色的眼睛。哦，色木，木色，木色就眼光的意思。哦，一钩填情有一撮橋啦，係啊，一撮橋。对。坤坤嘅色木，木色，木色真不少，真不少。哦，哎呦，按你做對咯。木是顏色，木係顏色，哦，係顏色嘅意思啊，係啊。來，所以有時候不要自作聰明，自以為是，好吧？他不是叫你看人眼色，好不好？哈，哎，色木係顏色嘅意思啦，哎，色木一鍋田搶一撮橋，坤坤色木真不少。同意就吃眼偏凶。好，來長題。來，哎呦，恰卡幾種獎呢？來，擂台吹槍肥他。猜什麼？天橋。天橋。彩虹。是彩虹，知道？天橋。恭喜他對嘞。我們擂台隊真的是。有老師沒老師都沒差哎，對不對？真的哦。對啊，好像你老師來出題好像也不錯。你不會喊厲害？你在的話好像更完蛋了。M 呢？老師今天他有跑起來，有跑起來，你搶幾敗呢？你搶了幾次？2次吧。搶了3次，然後2次有搶到。哎呀，動真呢？對，老當益壯了。哎呦，什麼聲？謝謝什麼？這是聖木，大家學到了。還要嗎？再好來。沙羅油槍啊！最後一題來。對，我們樂隊的顏值擔心2號，誰要自己出來？顏值擔心有人要出來嗎？來，郭凱老師，來，郭凱老師來。音樂請下，好來。顏值擔心的音樂。自己下出場樂。他自己下。給這個好，哎，他是這種音樂嗎？這是什麼？是輕快的呀。對，剛想到。不是，中調妹給調講，我不要。不要，然後按出場樂小丑嗎？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去關。哎。哦，好，有人幫你關了。你要用什麼出題？3大調嗎？有就兒歌就好了。兒歌？對啊。這麼簡單嗎？你平常這麼凌虐大家，你覺得我們要這樣對你哦？反正等一下也是要凌虐啊！他現在已經開始被我們凌虐了。真的啊！要被凌虐。你要怎樣就怎樣了。對啊。這樣子，你等下唱客家版本了，客家哦。客家。走對了。好了，我放過你，我以德報怨，好不好？給你蝸牛和黃鸝鳥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兒歌嘛，兒歌啊，來，我出題咯，同一隻濕的東西哦，濕的東西哦。過開只下地了味，馬上就愛出問題。點馬的鬼神風啊，轉身天身在寒冬。你還好打發嗎？盡力了。國客交集。哎，有沒有？過開呀下地呀味，馬上就愛出問題。點馬的鬼神風，酸酸甜甜，身材寒凍。同一隻濕的東西。點馬的鬼神風，酸酸甜甜，身材寒凍。寒天時節怎會看到的？好來，搶答。來，嘿，黑馬嘅東西。來，拿嘢吹，搶比他。昨天冇衝動嘛，只叫比他唱。吃婆。哎呦，佢衝到暗唔爭嘢，一彈得出來。彈得出來，輕係講得清楚吧？恭喜他對啦！哎呦，郭凱老師，你學多久？他沒有學吧？沒學感應咯。沒有學過嗎？我爸是啊。你爸是哦。苗栗男裝。啊，有講喊嗎？
意思嘞，意思是嘞。你也是苗栗男的，对啊，所以你爸是小强，哎，还是你们两个是兄弟啊！我的天哪，邻居啊，隔壁邻少，我天啊，这关系好乱哦。真的还假的啦？真的啦，你不要骗我啦！我爸就住南庄啊，真的有南庄？对啊。那你跟庄家有渊源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后来才知道。现在撇清关系。上一辈有打过架哦，有可能。好啦，这一辈人冤魂不散那样。对啊，就是要紧紧跟着小康老师。对啊，所以我证明一点，就是会弹琴的人不一定会唱歌。哇，完全呢，铁证如山在这里。是啊。哦，什么？好，谢谢孔凯老师。孔凯老师，谢谢。哎，我真的好想听宝玉老师唱歌哦。想听。哎呀，还有壮壮老师。对呀。好了，聊着单元就结束喽。老年吹得到6分，擂台吹得到3分。恭喜擂台杀了金行嗨的单元喽。爱对了，用板啊，关心有唱出来吗？当然是没有啊。哎，三国蔡国王，係蔡國啊，團國。團國蔡國應該都做得啦，係嘛？係做得啦。團國嘅，團國嘅王，哎呀，團國王。較標準嘅講法係團國啦，標準嘅係團國啦，吼。你就講標準，因為彩米果呢，彩米果呢？彩米果啊，就是講到團亮嘅呀。哦，團亮嘅果啦，哦，團亮嘅果啦。土嘅花，土嘅花，彩米就是用翻譯去翻過來，係啊。你啊，按用講咩地講係團果嘅，係意思就出嚟。俺要等人懂書分養啊，懂書分養啊，誒，睇次我看到嘅準備好咧，嚇，你頭前有個音符啦，嚇，你只單人用蠻高咧，你要用三態跳，音符，排聲，音符啦，用三態跳來唱出歌詞，誒，唱到歌詞以後呢，完成音符就做得回答問題啊，啊，彈出正確嘅歌名嘅。吹五就得到1分。對吧？鼓手咧，你要先個吹咧派出一撒，派出一撒推表。來推表來彈嚇。啊，T 條嘅搖槍，你嘅車橋嘅先生先來舞台動哦，準備好。出題啦嚇。擂台出嘅派出馬啥？你一派埋出來，來彈。凊彩看下彈咪。馬啥？好，準備好，來。幾號來？啊，入邊咩注意咧嚇？幾號來？強用牛胸啊哈！好，按欣賞嘅唱嘅時間，唱題以後唔係第答案，唔注意嘅變過來。迄個變個字牌，打個字牌，要搞啦哈！魷魚遊戲快過啦哈！搞過嘅啊，搞過咧啊哈！用藍色嘅大風色，哦，用啲哈。好，來。完成以後就做得回答歌名哦。好啦，來。T 來。兩條歌嘅係行義歌嘅，唱題個時常用三個字演唱。前面一點，莫看到，莫看，哎，這裡就好。嘅緣分了唔那會啊，半點了差那。來，藍色的大風扇。哦，陳皮，好來吧。橡皮擦，乜解講？行義歌，乜解講？三雜師，講八婆咧。哎呀，厲害啊，厲害！答對啦！擂台吹得到1分。你要
就传出来啊！不落去传马哥诶，安尼汤个讲爸婆，汤得出来啊！汤得出来啊！因为加新宇冲击啊拜过，所以伊听做弟的啊，爱听，先生调下冲嘅乌白沙哦，因为佢係用茶，就用茶。都當有很多阿比恩斯，烏白沙，烏白沙，湯迄個當沖學落花，青菜沙啦，青菜沙，係湯嗰度乜馬年嚟用？烏白，哦，沙來就嘿，跳下來現沖兩條講爸婆，好嚟，跳下沖一下嚟，嚟講爸婆，講爸婆，兩你感情好。祖先嘅文化，兩公恩愛來作伴，互相鼓勵英勇，一生共保。講爸婆，林在義先生嘅歌係啊，對，好糖，誒，感謝先生出席，沙來搶，你嘅小華先生。哎呀，個波叫你睇完冇啦。來，阿當一出去派出嘛沙來飛，來，飛他問題，一對派出一個，來，哦，假期來咧，哦，還有文竹，冇看到，好嚟，好，按你做嚟，好嚟。安陽就有請秋夏先生用平板來衝一條客家歌。劉日吹 Superman， 支持集義先生嘅歌誒，跳下來衝兩條歌嚟 Superman 來。一路迎接，讓愛你嘅心，你錯不應要改變。Every go，要走5年，就讓你好得比愛靠條線。年又一年，讓愛你嘅心，你求變要改變。Every go，要走5年，就對你吩咐，讓你聽行的條線。做你嘅 Superman， 喺你心中嘅太渺小。雖然兩行嘅冒險有路線，會相愛當年不一定你嘅身邊。然而做你嘅 Superman， 喺你心中嘅太渺小。雖然兩敗嘅事情冇得寫，會相愛當年不一定你嘅身邊。為出愛你嘅一片天，做你永遠嘅 Superman。先生要衝呢？邊個先生咩要衝呢？有看過 Superman 嘛？哎呦，冇想到兩班嘅 Superman 呢，衝起來一號堂呢。嘿，哎呀，人家 Superman， 很有味道呢。我企業懂厲害呢，咩加油了的單眼貴邊青。哎呀，哦。冇單眼冇簡單，冇簡單呢。馬家都愛吃哈。係嘛？創高興啊，就嚟聽創。嘅唱嘅同我是後生人，哦，當然。哦，阿艾咯，
请奇怪肉丝是肉眼家做唔着讲的，跟从墙壁是粗料片。没，做台柱，金壮组的这边，还有那字头太嘎，字头太嘎。啊，那个刘兆奇老师就是儿童组的。青壮组，你干咩？儿童组的，你看你。给动物组。原当会组的啦。就这样，谢谢陈家老师，谢谢。好了，沙了 ，You want any？ 来拍一个，各队派一个，吹拍一下出来唱他。好，来站好，这边。来，这里哈，这里。好来，还要指定位置嘞。老三哥，因为我怕他们看到歌。两条狗的好路狗的，好路狗的。好路狗的。上可能，上可能啊！爱对了，唔用办啊，关心哦，有唱出来吗？当然没有啊。好路狗的哦。好了，狗啊！哦，好来，好了，变牌来。先变啊，先变。哎呦！冯心怡变过来，橡皮擦，好路狗的，好路狗的。我想看卖啊，我想看卖，然后咧？我想看卖啊。你想看卖，你想看卖。歌词其实我唔知。我先骑好白马啊，是吧？唔是哦，目个有目个想开卖。我想看卖，我对你有偌关心。哦，你的良心到底？哎呦，老迪政策又出来了。哎，不是吧？来，好，来，我你团看麦，搞你追毛，擂台追毛，你试看麦，来，哪个追？梁先生，牛你讲，小姐，请你好我爱。哎，唱啊不错，唱高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好我爱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哪个追他？对，拱手让人呐。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哎呦，讲句实在吧，贵州嘅上台跳舞上迷人呢。对呀，个样板关系。哎，你歌词明明都松呢。你咩？哎，这跳下过来冲一下。爱团的莫安过来，跳下就唱一条来。小姐，请你好，哎呀。当作无熟悉，实在不应该。不应该，我爱你在心内，唔敢讲出来，唔敢予人知。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小姐，你请你予我爱。我接受，但歹势在心内。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。哎呀！来，吉娜要出题了，好了，来各队派出一个来。我来了，各吹派出一下。好来，几队呀？俩最后团的出来啦。好俩正经迄团出来吼，吃到无可能，迄因为一条地。先礼后兵啊，来。迄一条法尼沟诶。法尼沟。爱用青南冲的落山沟。情感是
好来，好来，抢题，好来翻牌，抢答，来，变牌，华语歌啊，哎呦，哦，蛤蟆老师，蛤蟆老师慢头，来翻过去，他们的屁股不要对观众，对，偷偷，你法语歌哎，不是，你偷偷哈，不是，好来，你是什么？伊甸园苹果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做唔得。慢开讲，吉娜姐伊甸园苹果，伊甸园苹果，慢讲对，我真的想偷揍你，偷，搞不好等一下也有哎，不一定。真难讲哦。哎呀，也不一定。伊甸园苹果会卖你的狗哎。哎呦，苹果乐园，吉娜姐狗。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在一旁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小七老师说拜拜。拜拜。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， 接受这邀请函。I love you， 走出还要唱哦。哎，我超过20小节了。伊甸园苹果会拿狗哎。狗哎啦。哦。华语的唯一一首华语歌哦，来唱酬，大家一起来冲一下，冲一条歌来，跟我冲一下。大家不会唱，只有我会。当作故事来说，嘲笑别人犯下的错，却都忘了自己也深陷里头。脆弱的心，谁敢说不怕寂寞？为了思念，谁不曾发愁？宁愿逃避，寻找借口。让我们承认，我们都是难耐寂寞，诚实认真面对自我，面对情感时难免让人怯懦，这一切都无关对错。这么冷门的歌，你们还猜得到，厉害！我跟你讲，这种节目一点都不冷门。哦，真的，真的。你看，几条都投得出来，黑唔黑？马家狗名，我狗名。啊，伊甸园苹果。那你唱哎，吉娜姐，杨祖玉。不是苹果乐园呐哈。不是，而且那首歌叫《青苹果乐园》。青苹果乐园。谢谢欧基上。好，来，现在上来唱恐龙偶像。来出题。农业处要派出马啥？各派出一个，来。来随便。来，文总来。哦，陈碧，你们两个情侣装，你们情侣装哎，越来越有默契。哎，你们两个真的很可怕哎，你们两个私底下是有什么苟合吗？好来，你用3个字哦。3个字要团一条行二狗。行二狗来，麻烦老师，好来。暗光度哦，好来翻牌。哎呦，陈碧变高了嘛？冇。哎呦，陈碧，来抢比他 ，Tell you，恭喜他对。好了，冲啊条歌了，来 Tell you。重重的心事，让空白该让共度，上海条条老义讲了这故事，哪有发高的心事，总连买看一出一落，一张沙给人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台马莎，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。哎，等我糖，谢谢安主席。
梦醒意。哎呀，怎么每一次都有你啊？来乱的，轮来轮去就按钮啊。又有小康老师啊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还是我把机会让给小江老师。来，拜托他。对啊，他没有那么好求，好不好？好了。你说到做到哦。好了，我帮你弹了。好了，杀了义军。杀了一波梦醒意。哎呀，怎么每一次都有你啊？来乱的，轮来轮去就按钮啊。又有小康老师啊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还是我把机会让给小江老师。来，拜托他。对啊，他没有那么好求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他哪有这么随便？好随便。你说到做到哦。好了，我帮你弹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用唱新语来出题啦，用平板做的嘛，平板算简单的吧？简单。团一条汉语歌哎，简单呐。我比较会三歌子哎。啊，那就帮你换三歌子。真的吗？那你要用平板还是三个字？平板。平板它简单吧？那你们可以帮我一起。好。罗哥可以帮你。我试看看。罗哥常常很大声。我自己有时候也帮不了我自己。哎，对。来。汉语歌的哦。两班冲三国志啊！猛冲三国志嘞！冲起，我们讲讲老师用给平板去冲三国志。哎呀，你冲三国志哎！老师，真的啊！你来旁边起电哦，按细长哎，搞定你冲啊！用平板你就跟着老师啊，你冲。平板，老师拍谁哈？拍谁？过来这个。我刚刚就是被他拉走。莫去就冲三国志，还有什么奇怪欣赏？什么欣赏？哎呦，来啊！冲出来哦！客家歌哦！哎，完成呀，演不了。好来，变态！来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来，这个没有，刚刚没有翻过来。来，好啊，预备起，好来。你敌呢？来，各位，好。恰家起，唱皮他，马街客家歌诶。花开花谢，心阳不离。咩？团歌名，咩係念歌詞？叫唱歌嗎？好來，5、4、這是什麼歌？3、一條髮，一條髮，一條髮係嘛？係嘛？靠題嘛？配合一下，要靠題嘛？唔錯，好，唔錯，配合一下，來，街班車，馬街，街班車，雞餅茶嗎？街末班車，街餅茶，街班車，街餅茶係啊，街餅茶，街餅茶，靠題係嘛？靠題，好，答對了，哎，很厲害耶，他也小智慧，他還答錯。你沒懂腔啊，你還衝得出來？哎，你看沒有同奇怪形象作證？形象有些白天哦。啊，你腔啊，就衝一條歌，好來，腔啊，衝。一束光，年年給故事，天天給情，福福給命，經過有緣。
感谢心意啊！谢谢心意，哎，又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好，下来下一题，好来，来唱彭一军。好来，一军来，一军来。对。哎，你的手下欣赏同几个欣赏来挑战一下好吗？两位国宝。听大家听听了，唔怕啦，听听好就好。排变高了就好。麻烦。哈，你这慢慢的韩国语。翻牌就好嘞。像个安尼太后娘娘有吗？慈禧太后有吗？还是你需要小骡子牵你？对啊，我们可以牵个你过去。哎，你用啥？从那牵，你用啥扛过去？好嘛哈。好嘛哈。好 ，OK。阿勇就唱彭一军来出题。黑一条法尼狗诶，用肉山狗来演冲。偷偷喜欢你，海誓是个正面啊。偷偷喜欢你，好心是个笑面啊。哎呦，动腔嘞，动腔嘞，哎呦，欣赏。一军跳。哎呦，下屁股欣赏。还这样，你就变高了嘞，已经你变高了嘞，你变高了。I看冇变嘛，冇变嘛，冇变嘛。哎，奇怪欣赏阿厉害。好，再变。古马一样。哎呦，再来。改刀。高一百。冇，咩下呢冇变。哎，你冇咁簡單吼。哎呦，I看你這個變過來好咧。哎，你正經迄洗奶還會搞倆錯冇？哎呀，我聽有變嘅。個運氣，個肚玩嘅嘛，阿標係嘛？哦，一打不到。重點係愛肥看問題嘛？跳。哎呦！恐龍一個。跳，恐龍一個誒，先生係恐龍一個誒。我點啊？厲害，乜同講啊？誒，就要同我講啊。跳啊！跳魚。哎呦！你本騰一下跳樣嘅創。來，演衝啊！恐龍自家衝本騰啊！來。好來，偶像自己的歌自己唱來。偶像自家衝，來。難過的時候，別低着頭，我就在你身邊守候。害怕時候，緊緊抱我，一起走過。孤單的時候，記得有我牽着你的手，帶你看浪漫美麗的星空。偷偷喜歡你害羞時的側臉，偷偷喜歡你開心時的笑臉，用心記住所有關於你的每個瞬間，我會偷偷的想念那些你的一切，偷偷喜歡你孩子氣的鬼臉，偷偷喜歡你看着我的雙眼，細心拍下所有屬於你的每個畫面，我會偷偷的懷念溫馨和你的熱戀沒實現。幾位先生好糖冇？好糖冇？聽唔到再面，要跟夾掉意思嚟，要跟掉意思啊！對，嗰日好糖，好糖，哎，你節目只會糖到，好啦，謝謝啊，沙下嚟乜嘢？請嘉琪嚟出題啦，係來，當然出一派出乜啥？加油！恐龍偶像啊，擂台吹咧，王思怡，來，好啦，請嘉琪用3個字演唱一條行二歌嘅哦，行二歌嚟啊！厲
你歌的哦，听出来了吗？好像有听到关键字。说关键字，好了，翻牌，好。对。加油加油！哦，慢一些，行一些。海团嘿自由哎，自由。自由吗？唔怕什么的？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按你弹得出来？关键字啊！哦，你很厉害。你弹都唔怕哎。哇，你们他对了。海团多棒！国王还有。你看一比比佳佳冲2条狗会团出来吗？联想法。哲伟没有来，你还这么会猜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是花瓶吧？对呀，我还以为你都靠哲伟了。面子做给他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好了，我来给我来冲2条狗，来冲2条狗哎，好来。自由。咪懂厉害哎呀，懂厉害哦，优秀的歌手，创作者，创作歌手。好了，杀了杀了，来文竹，看嘛 ，baby 来，baby 耶，龙哥叫你 baby 耶，Oh my god，三意相亲呐，我用乐山歌来演唱一条行业歌的，来，侬演出要派出嘛啥？好，侬演出冇演团哦。侬演出，来恐龙啊，擂台水，右手起先生。好了，你们2个。来，好来。来，强用乐山歌演唱行业歌的哦。厉害，懂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唱得以后呢，哦，练动球啊，两条歌应该弹得出来哦。哎呀，来，练牌来。加油！哇！哎呦！枪皮先生，枪皮他，不好意思啊，还这个重重关卡。对啊，你还不一定答对。已经，你还不一定答对吧？算猜两边可能都知道，但是这个还要。经过那个关卡，没办法。平航线，哎呦，平航线，我听。对，好。因为很少歌有一张梦一张马盖，一张马盖，就是平行线有。这是一个推理嘛？真的是这样。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歌，你也唔要啊嘛，跟这边打死我了。之前没有读过，加一个去讲嘛啥个，还出来。哦，改编呐，跟改编的蔡国文呀，对，哎嘛，对，改编歌，讲这么讲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哎呦，唔过根本伊错了哦，他对了，先啦。好了，他讲好了，唱一条歌，好了，唱2条歌诶。好来，主唱者来。像平航的2条线，爱颠倒难以将爱恋深夜。问世间，情黑夜，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言。爱老伊像平航的2条线，只存转身已高给最后一面。伊
一给天，一给天，永远前世情，今生给缘。刻在我们心里面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中毒了这样。哎，连奇怪欣赏都会冲呢，奇怪欣赏条下填冲有吼。多少有糖果也是哎呦过呀？應該搞倉嘅時間有搞過啊。但唔搞過兩條。也搞過冇搞過，哦但是有糖果有糖有糖果啦，哦，哎呦，恭喜雷頭小姐隊票收來搶。滿意。誒，小奇先生。哦，來出題哦。來出題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來麻煩麻煩。哎，我用平板來出題，一條行二個嘅哦。平板，好嚟。兩條行二個嘅應該清後團，誒。行二哦，行二。哎，等下，誰來？哎，還忙拍出馬啥？好，來，陳碧儀。拍一個來。拍一下出來，來，梁賢賢。好來。你就來牽啊，亂扎了來擺那紅啊，繼續了來夢那。哎呦，夢哦，夢。哎呦，準備好嗎？夢，團得到嗎？團得到嗎？團得到啦！變牌，好來。來，像變牌。動昂，聽牌。兩句時間呐！哎，陳碧，哎，跌下一冇分，跌下一冇分。中間敲中間，敲中間。謝謝加油！哎，同學。哎。是不想猜嗎？是不想猜嗎？為什麼不想猜呢？還冇說，來，兩秒了。來，陳碧，擂台吹牆比賽。對啊，那個演唱點嘛，有那個。不按了。是。給公，我要用咒術讓。用給啊，按條有嘛？不讓了。好，他不讓了。你回去啊，你自己去做一個，要不然你回家練習好不好？你回家。哎，你知道咱們家高粱的遊戲好嗎？好，來，牆比賽。痛法 funk， 哎呦，痛法 funk， 玩着白羊叫做 moon 嗎？厲害！有沒有討厭的出來？他對。好了，看看姜亞的唱一條歌啊，好了。OK。準備紅顏嘅舞譜，上到山羊同樹中同發，做最嘅舞，用下跳躍嘅funky同埋舞。funky同埋舞，左一步右一步，唔好跳唔錯嘅譜，你讓愛另一個望着白羊嘅項目，在你跳等。來跳舞，用下跳躍嘅funky同埋舞。funky同埋舞。哎呦，好難哦。都難嗎？你講哪部分？夢嘅部分嗎？夢。只要聽到夢就鼻很牙膏誒。哎呦，厲害！哎。哎呀，哎，我是都用英文詩來唱條三台跳。三台跳，唱英文歌嘅真的是做的。以後用英文來伴他個團。係啊。用三台跳唱英文歌。用英文來伴他個團。係啊。就係很慢才出題嘛。唔似搞出題嗎？很賈斯汀來出題。做對了。叫我們的美國大老鷹來出題。謝謝。哎，什麼時候以前啊？下來，搶梁賢賢。出題，來。今天不會放過了你們每一個人。兩吹要拍出馬啥來搞。來，拍一個。來，恰嘉琪，還有彭一軍。
团马街呢？来，梁先生团一条汉语歌的，用龙山歌。随风落草野了，向梦啊，天地发誓故有得到长寿年族的冠军哦，哎呦，好简单哦，好来，系上到以后用吹枪变牌，枪变牌，哎呦，车架起来，来，车架起，枪飞塔。马家国的，汉语国的。你扁过去以后，你要查出来啊。哎，随便弹一张。马家东西。红花雨。同花语吗？有那条歌啊。同花语哈。同花语啊。对，同花语。靠听。同花语。靠听。唔靠听吗？只有这个答案没错啊。好了，那就错了哈。哎呦，弄一吹枪皮塔。上上慢。哎呀。上慢，慢嘢改。呀，所以答对了。客家女神之歌了，哎，用清后呢，清后够2个单元。哎呦，一时做穿几多钱？哎呀，好几首了，已经3首了呢，3条音，750了呢，有没？他家会冲吗？因为俺去搞冲。来，原汁原味的，弹一下来，上慢。上慢，呀梦，如同过去嘅意，让渺茫，岁岁年年在眼角，岸头风丝，曾是坚强像梦。上下来一起，想要唱两位欣赏出来淘汰一下，做什么？来，两位老师啊，来，两位欣赏啊，坐太久，讲衰退啦哦，运动以后，两起有唱陈碧，来讲这个劲大到老台啊！妈听天来，好了，哦，陈碧要用平板来唱一条汉语歌诶。好了，一条流苏那。变牌啊，变过灯油啊！用蓝色的大粉色的哦。哎，对吧？慢一慢呢。陈碧要用平板来唱一条汉语歌诶。好了，汉语歌。陈碧，好了，来出题来。
那写那你写变啊，先生。变牌啊，变锅章鱼啊。用蓝色的大粉色的哦。哎，唔知嘛？慢呢？来，体育先生加油！体育先生加油！哎，过一百。大斗鸡。哎呦，谢谢。我的旁边。哦，體育先生到嚟，哎。體育先生到嚟，來，搶皮他。跳法術劍。哎，先生。就瓜子鹽。瓜子鹽。跳劍373瓜子鹽。哦，你要果子，哎呀，係咯，唔得台嘅條。咩？瓜子鹽手跳。瓜子鹽。哎，你先生做的用平板來衝一擺嘛？瓜子鹽不要跳。跳下果子。哦，跟陳明應該這邊躺下去。來。哦，安尼嘛，按唱先生來衝個正確嘅版本一擺。衝兩支瓜子鹽嘅果子。衝一下，用平板加下。對。手跳過按到詞表演戲咩做得衝啊！神啊，373，哎呦，很好聽哦，真的好聽。哎呦，按到唱真正的夜跳歌的版本，好哎，叫我來唱瓜子鹽手跳的版本啊！謝謝，啊，來，叫我唱，來表演一下來唱。瓜子鹽。瓜子鹽。看瓜子鹽。哎呦，你演版本了。330樹，樹金把對樹中藏，相送入情歌，相送入情歌，誰都瓜子香豆涼。兄妹呀，兒強啊，咿呀哩得哟，舌頭瓜子香豆涼啊，得哟。good，學到一點點，學到一點點，就是手的部分。你聽我同佢講，好欣賞嘅動作，可能係就要衝誒，最後嘅啦。你有頓悟了。對，有一些的。哎呀，謝謝兩位老師，謝謝。好了，哦，沙羅經常親民一體嘞，我們的壓箱寶又要出現。壓箱寶。哎，壓箱寶。對啊，我們節目收視保證。對，我們收視高點，來，我們寶玉老師。寶玉老師的 band leader 小康老師，不是寶玉老師啊，我差點要邀請他了，對啊，啊，哎呦，下次真的要排一下寶玉老師啊，是，你來一下，小康老師真的哈，來，還是一起，Q 他了，怕他們會有心結，哎，真的呀，對啊，真的，他們有什麼心結？他們的起跑點就不一樣了，有什麼心結？顏值擔當跟顏值擔心有什麼心結？是，互相又搶不了彼此的位置，那你就不要再擔心了，對啊，音樂請下來，好了，你用那個鬼步跳出來，快點。這什麼？你是要跳一個新疆舞蹈嗎？
哎，小康老师干嘛做的？新疆舞可以吗？啊？新疆舞就是那种蹲着的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什么？那就跟16吨没两样啊。比16吨还要屌吧？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突出，就椎间盘有点突出，不太行。好了，算了，我们还需要你，不要再突出下去了。好不好？哦，小康老师同意你出题了哦。你要保重。哎，是不是给你一个扣就好？老三哥。老三哥可以坐在这。给你一个扣哈。啊，同一条行二股的哦，行二股的。行二股的哦。哎，讨厌啊！爱看电啊！爱看电啊！你的笑容，还有你的温柔啊！厉害啊！哎呦，你唱自己会唱哎！哎呦，坐在。爱真紧啊！冇按到啊！跳到嘞！希望你平安快乐啊！哎呦，等，好了，牌变正了，牌变正了，好，来，好，传出来啊，枪变牌来，枪变牌，哎呦，来稳住，按这样嘞，安尼摆下有效呢，有啊，是咪我不一定冲啊，三点了，冲，对，马刚讲，转移吗？你讲迄骂啥个个？转去作动，我们讲迄阿刘诶，擂台吹诶，陈皮迄个个嘛？转去作动，冲啊，冲！靠天嘛？对，王章啊，恭喜！老师唱得太好了。哎，老师，这你唱得懂哦呢？真的，我好意外哦。我也吓到。你唱得很像一回事哎，真的。你刚刚有在唱吗？还是用念的？你比上一个阶段那个唱的没有，我上一个唱的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哎呦，俩冲了他后嘞，冲了他后头，没啦，俩冲了他后，没有这个他唱给谁的？这歌不太行啊，这歌哪边不太行？我想仔细了解。不是他词太长哦，三个字，难怪你比词用冲击用念咩？难怪字都冲得较好。哎，其实通常我只会用念的嘛，对，只会念字念出来嘛哈。老师咬章嘛，咬章周韵啦，对啦。哎呦，你是有，你就隐蔽是有咬章，给谁用啊？你给我有，係啊，差唔多啊。係咩啦？唔用啊。愛看電影，跟誰一樣誒？就 Q 用哎，為什麼這種聲音要讓我們再聽一次？好了，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，好不好？東南的，好，好來，愛看電影，三打三十手。樹根爆開樹中蟲，樹中蟲。愛看電影嘅笑容，你嘅溫柔，愛曾經希望你平安快樂。你有談到我，愛的衝動，都是想離開你，轉移走動。他平常就是這樣。第一次遇到比陳慧茹臉部還要可怕的。平常就是這樣。好啦，史蒙斌，謝謝，又要回家了。你看我是好忙哦。哎，他真的椎間盤突出哎。背上好像真的很辛苦，又要編寫，對呀，然後還要彈，還要這樣，還要出來用表演，還要模好幾個節目。他明明可以輕輕鬆鬆衝過就好嘞，哪會表演這樣用？也沒有加錢。對啊，對吧？有人叫你做成這樣嗎？有，真的。其他節目會叫你出去這樣表演嗎？我不會，就你這麼那個，這麼讓你有表現，這麼過分，因為你對我們太重要了，用衝優嘞，冇牛用個啥，對啊，你是魔法度啦。你是我們
节目的收视保证不行的。对啊，俺客家给经营了。别的节目会知道你是颜值担心吗？不会啊，知道。尽量不给你画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呀，男装代表好不好？男装代表，有会不会给 V 妹黑男装啊？哦，那个男装双帅啊，我怎么说得出这种话？真是，好可怕。好了，游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男人吹新衣服，女台吹十七分。下禮拜長一班的啦，長一班，係啊，安尼要經過新的一年咧，大家要啲馬年哈，要繼續打拼，繼續努力啦，係啊，還有加好標啦，對啊，還有加好標，但係熱咧還有咩歌咩？冇唔錯，所以啊，大家做個好嘅歌，認真打拼，冇唔錯，啊，還要注意健康，哦，注意平安，好唔好？係啊，你叫我來報名，係冇？叫我來報名，打電話來，夾來，好唔好？人叫6667人，6人等睇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啦，哈，謝謝各位啦，謝謝啦，謝謝，是夢小強老師，恭喜欣賞我們的顏值擔當，顏值擔心，新年快樂！鏘玉林，鏘玉林。還有現場的工作人員辛苦了，謝謝，長年快樂！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會，老年共好會，拜拜。